邊4隻升價有財有勢，內欄尾3，尾二大千氣象啊，響後邊係99圍轉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奔放帶住飛為僥倖入嚟啊，外邊滿心星冚啦，佢再埋邊偷位上，有呢隻就爭有啦，唯美主義啦，中檔位置係農民邊影啊，響外邊追有升價，大我檔99圍轉啊，最後200位到啦，奔放依然係佔先1個3位，唯美主義響中檔第2，滿心星中間追，攝入邊上有財有勢，大外檔殺上嚟99圍轉，中間仲有農民邊影，接近終點第1名，飛為僥倖。似乎響中間就透出咗嘅，咁啊要影相啦。外邊有黃衫滿心星追，埋邊7號係奔放，再喺埋邊5號藍帽嗰隻就有財有勢，大外檔99圍轉，贏嗰隻係咪飛為僥倖呢？好似真係喎，飛為僥倖突咗啲出嚟啊！入邊就有隻滿心星啊，奔放99圍轉幾隻馬要影相啊，仲有財有勢啊！所以話呢組真係好接近6-7隻馬一齊衝。不過足線就一定係飛為僥倖啦，第又係2就係華將喎11號滿心星，第3好似係最。